云林虎尾惠来里有一间肥料工厂是臭面膜，这民众挡袂牢去订正了后，环保局去检测，臭味确实超过标准。而且这间工厂佫无登记，所以讲以上违法行为，除了去互罚钱，嘛去互下令停工。肥料工厂的车无用载出载入，甲器材送出去。这间伫云林县虎尾镇惠来里的生物科技工厂有做饲料肥料，不过最近互检举有臭味，附近民众强要挡袂牢，希望环保局加强稽查，要求改善。这内底啦。嘿，啊，伊是咧做啥？你敢知？伊讲是讲做肥，啊要熬好臭的安尼做肥料，做成我唔知。伊要你做臭甲拢袂变，挡袂牢。哦，我们这边跟A针台一线上面味道都很重。我们已经跟那个环保局澄清很久了，他们都有来稽查，不过伊嘛拢无改善啊。云林县环保局表示，接到议员甲民众陈情，环保局稽查人员伫5月20日去工厂上比做买味污染采检，检验结果超过排放标准值，照空污法会甲罚10万块以上2000万以下罚款。那我们经办理这个联合稽查。做这1月采样的结果发现有超标的状况哈，那目前依照空污法违反20条的规定，来裁处10万到2000万的一个罚款。另外建设处发现这个堆肥厂并没有工厂登记，那当场立即勒令停工。环保局表示，除了发现肥料工厂无登记，已经要求停工，也查到工厂内底有囤废弃物的所在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，会搁罚6000块以上300万以下罚款，要求业者限期清除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